哟，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应该听得到我的声有开啊，有开，就惊讲无开声。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丁的网络好厝边吼，今日真欢喜，搁伫线顶跟大家见面啊！先跟大家对不起哦，险啊，甲我的饮料车倒。好，无代志。先甲大家小借问啊，伊都了个只上暗暝环境，佮有阿聪阿姐暗暝环境，佮有厝人暗暝环境，佮有咱主创暗暝环境。你若听着我的声咧喘，就是因为真正伤寒，我即马寒甲皮皮喘。阿火搞炸小Vivian，我应该是叫你 Vivian 吼，Vivian 暗暝环境，啊，有鸟鼻到最暗暝环境，马铃薯老师喙焦，想要啉饮料，毋通哦，毋通，袂使。马铃薯老师若是啉饮料吼，可能咱就无法度开台啊。哦，这都袂输讲迄个猫啊，是狗啊，想要食迄个鸡骨力，想要食巧克力都共款危险啊哈。我又忘记我会讲中文了。每次开台开就会忘记自己会讲中文，我是不是没跟 Sandra 打招呼 ？Sandra 暗暝环境你来嘿，寒啊出来啊，嘿啊寒，莫去讲这个笑亏啊，讲这个笑亏已经吼足侪人足气嫌啊，搁讲落哦，大家都要离开我啊，哦，再讲这个难笑笑话就没有人爱我了，怎么办？朱聪嘛想要食，你嘛要食咖啡哦。你嘛别讲饮料，哈哈！不小心让大家知道我的饮料又是咖啡了，哈哈哈哈！啊，这也没办法哈，我就是练咖啡哈。啊，你嘛摕过无？讲到主创，我昨个真正有去食那个咸酥鸡呢。我昨天半夜哈，那个下播之后，我真的叫盐酥鸡耶，甲灰色做伙食的啦，甲灰色同齐食的吼。啊，个真正有食到200块。有呢，好爽哦！谢谢子昌200块。对，大家抖内给我的时候，可以那个迫使我专款专用哈，可以告诉我这笔要我拿来干嘛哈？我就叫我去吃咸酥鸡，我就去吃哦啊！我拿大颗，我得怪猪葱，胖了就怪你哈啊！不过是真的蛮爽的，好爽哦！谢谢。哦，做 VTuber 之后就没什么在吃咸酥鸡了呢。好，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感伤的话题。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太好了，对，这个之前好像有跟大家提过嘛，就是我其实原本有想要做一个系列的影片节目，有人拢食酒，上咧食酒，谁都食酒，朱聪你还是上，我拢无咧食酒哦，无遐好嘅，无都食酒。之前有跟大家说，就是我原本有想要做一个影片系列的更新，更新嘛，对，反正就是一个影片系列，然后就叫做我要用台湾话做几百行代志，对，就是想要用台语去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大家可能没想过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什么，随便举例，比如说用台语教英语的杂志，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读书的时候，国中还是高中，可能高中吧，可能高中的时候有看过那种杂志，有没有啊？那个杂志就是每天一篇文章。教你英语，但是那个杂志除了英语的部分以外，可能都是用中文写的。但我就觉得不是啊。那如果有这个，就是有些人就是现在在那个养小孩的时候，就是会做成那个会经营母语家庭，就是讲这个家庭内底自细汉就甲因讲母语，可能是台语啊，有的可能是讲客话客家啊嘛，可能是讲族语拢有可能，我就想讲毋是啊，这个母语家庭，因为囡仔大汉了后，因若要学英语，是毋是？就一定爱先会晓华语，才有法度学英语。这都怪不公平。我就想说，好，把它换成台语来做，看可不可以？伊到底个只暗暝环境，对啊，拢是华语啊，对啊，无毋对啊。鸟鼻哥追讲写百合小说啊，对啊，百合小说，现在市面上的百合小说。你有很多语言的选择但是呢，好像没几本台语的嘛，没有，可能没有到很多啦，可能台文的没有到很多，对，所以呢，确实也可以啦。好，今天就是这样有人提供我就写下来，会不会做？唔敢保证咱再来看，对一个对我来讲较有可能达成比如说有一些要花很多钱的，可能就没办法比如说什么
什么？你发现那个哇？你发现健身房里面啊，那些器材的教学啊，都是写中文呢。阿慧，不然阿慧开一间健身房，然后器材的说明全部写那个台文好了啊。没钱，没有钱可以开健身房，不要许这种愿望，这做不到。好啊，不过写百合小说可以。好，太好了，我们有第一件事情了。写百合，没样怕鸡。写百合小说耶，谢谢猫猫可爱。啊，自开始的伫遮，拄则来做，对，我一开始是不是有跟你小姐问？拍摄，好开，没有钱，提议的人负责出钱可以哦。伊藤绿说出，甚至伊头甚至根本没有提议这件事情，不要看到健身就想到伊头，嘿。Minecraft 台文材质包好麻烦哦，但你说的有道理，需要啊，确实需要 Minecraft。台文，你说材质包吗？是材质包吗？我知道 Minecraft 有很多不同语言的翻译啦，但是应该是没有台文。然后我不太确定怎么做，但我好像有听过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外面那个机车是怎样啊？对，一个可能的做法是你选一个你根本不会用到的语言，然后直接去改它里面的档案，把它里面那个语言的词全部改成台文。对，我不知道行不行，对 ，Hi nice guy， 等一下，我是叫你 nice guy 吗 ？Hi 阿莲阿曼，好，我就叫你 nice guy 哦，好，不能叫你 nice guy，你再跟我讲，用台语学客语，也是做成杂志吗？用台语教客语之类的吗？可是我不会客语，但好，用台语学客语，然后用台语。我们说用台文好，用台文学英文的杂志，好的杂志哦，有一直很想做这个，一直很想做这个，先写下来。哦，翻译包啦，哈，翻译包，对啊，应该是翻译包啦，应该不是材质包，应该是翻译包。哇，三处风安，欢迎你来，等我下播阿玲再跟我讲，好。还是我们合作啊，这样比较快。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做，我要学新东西，然后自己一个人做，感觉会累死。我们再说。啊，若无甲健身器材顶的解说教学文写做台文啊，这较有可能，嘿，就是把它写成台文版，然后也是某种翻译包嘛，需要的人自己把它贴上去。好，我直接 copy 哈，借我 copy 一下。应该是这个写做台文啊，ABO 文是，好啦 ，ABO 文啦，写进去啦，我摕你无法 ABO 文，我根本就不熟悉 ABO，那用华语写100行，我想讲安尼拍字较紧，大家较看有啊。好，台文的台文是咧写有理。写有理小说，用台语做100项代志哈，写有理小说哈 ，Minecraft 台文翻译包，这100项拢是爱无做过的代志，你有做过就袂伫顶面，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因为若有做过啊，就无算是过来做新的代志。比如讲，你若写用台湾话开台啊，这毋免写，这加写，即摆已经咧开啊，用台语学客语，用台文学英文的杂志，加 JW 好宠啊！我都摕恁无法啦，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宠粉系主播啊，都互恁食，都不要紧啊，都拢食我够啊，不要紧啊。甲健身器材顶的解说啦，解说教学文写做台文好 ，ABO 文好。听啊妹，爽没？这样都是台文的哈。好，安尼过来，给我上。哇，我现在口头禅真的是爽没，是不是？听啊妹会不会很凶啊？你们如果觉得听啊妹很粗俗、很凶的话，可以跟我讲哈。但我不一定会改进。我过去慢慢欢迎你来。对家己遮尔严格啊，无法度啊。人就是我才为第4抓开始写，是安怎？是为第4抓开始？太安尼，袂吼，袂做歹，无够歹，安尼个爱发明一个新的，来对付恁遮会欢喜哦。
我发现啊，发现啥？第四组哦，你头拄就发现，谁都无甲我讲，谁都无甲我讲，拢爱看主播出册哦，还是讲宋播嘛会使啊？宋播哇 ，Mercury 暗盲环境，是毋是足久无看？是毋是足久无看 ？Mercury 欢迎你来啊！食饱未？大家食饱未？袂记你甲大家问这最重要的问题，就暗时8点吼，这个时间可能有的人有食，有的人要买。啊，我有啦，我有食。啊，恁食饱未？有食饱的。你若甲阿慧无话通讲，毋知影要开讲啥，啊，佫想要开讲，你就会当分享你暗顿食啥，互大家偏芳者。啊，无免讲啦吼。讲到倒位啊？啊，讲到咱用台湾话做100项代志，啊，先来想看卖有倒100项吼啊。佮有就是可能会小做一下分类啦吼。我要拍卡球。食饱盐酥鸡爽水啦！盐酥鸡，昨迄个有人寄付互我200块，叫我食盐酥鸡，啊，我就真正有去食，欢喜爽哦。偏芳是有淡薄仔伤芳啊，芳甲迄个有时啊咱若是坐公车坐这运，若是坐啥边仔的人就买咸酥鸡你闻到迄，你就真正尤其是你作枵的时阵，你闻到迄，你真会这叫做啥？会内伤鸟味果水食迄个讲仔粿 ，AKA 啥怎 AKA？迄是同一项物哈？啥怎讲仔粿甲迄个碰饼是同一项？佮加迄个韩国鸡卵糕佮同一项？啥物意思？这是啥物？这是特别的料理，啥物料理？结果伊头昨无食哪会安尼？你今日有食昨无食嘛无去健身毋是你爱食物件无惊你会倒去。想讲你看起来拢足无用诶，拍卡球塔斯卡好，你欢喜就好。Sandra 食阿爸煮诶白菜肉白菜肉呢我是真久无食着白菜肉毋过我食着白菜肉拢外口买厝里阮兜厝内人。会煮的物件内底无包括白菜肉3项对于来讲拢足成讲仔粿甲碰饼，讲仔粿有鸭，通常讲仔粿有鸭，碰饼敢有鸭？碰饼应该无鸭啦。韩国鸡卵糕我毋捌食过，所以我毋知，这我有影毋知。伊头规日除了顾厝内人拢咧困，哇，啥物代志拢无做嘛袂晓安尼顾厝内人袂晓想讲顾厝内人嘛是算是。你身体有咧振动嘛是有咧做事，所以应该嘛是会忝才对啊！今日透早有食好，有食就好。等迄个炖牛肉好，水食肉好。有利小蒜是啥物？有利就是我改一个讲法好啊。虽然小可有精差意思小活咱讲 GL 小蒜嘛会使就是两个查某囝谈恋爱的小说啦。因为有个人知影阿辉爱看即个题材的。拄好有个观众嘛爱看所以就提供这讲我会使做这项代志啦，来写迄个 GL 小说写两个查某囝谈恋爱的故事哇，吹马铃薯哇，最爱食马铃薯的，吹马铃薯水，叫啥？等下，鸡袂晓读，蚵仔菜是毋？敢是蚵仔菜？蚵仔菜呢？台语一定要来读蚵仔菜蚵仔菜是啥？蚵仔菜是莴苣啦，女同性恋也无毋对啦。澳洲马铃薯百合小说用台语较少人讲对啊。我讲百合毋知呢。百合哪像较？当然嘛是有安尼讲就感觉百合嘛是有人讲百合毋知用台语做电脑，我袂晓做电脑，结果用台语做电脑是要创先写起来，小等看了迄个无合理，看伊袂爽才甲伊抬掉。无这大家嘛会当提供一下迄个恁的意见。看恁敢讲百合小说较顺，还是 GL 小说较顺，还是有利较顺？我无确定啦，因为我一个人的感受，我都代表所有的人。所以大家嘛会当提供恁的感受，互我参考。
咱才知影迄个，咱才知影对一个较济人感觉合理吼，咱就有一个用法吼，通用。哇，搁要蹭片，互恁听伤济，袂当听的。用台语点法国菜，啥物？我是要去法国菜的餐厅，袂歹呢。好，这袂歹，写起来。是厝诶人讲 A 菜，毋过迄嘛是一种花仔菜啊，原来，所以迄嘛是花仔菜。用台语做 podcast 做过啊。毋过等戏上也无继续做啊，好，会使做，会使搁起一个新的，想看卖要做啥物主题啊？用台语点法国菜，这有道理，因为足侪人去餐厅的时阵袂用台湾话来点菜的，拢会感觉外叫吼，拢会感觉外叫，啊，毋过这个外叫其实是无合理的，哦，你若听有就听有，就是平常时一定爱讲。迄个华语咧，所以安尼讲嘛，毋对哦。性别无共，要安怎谈恋爱？啊靠腰，我甲火色就性别无共，你是咧，用台语出食谱哦。虽然我袂晓煮食，啊，毋过我会当请别人提供食谱，用台语出食谱吼，啊，无一定是迄个单纯古有文字的，无一定是古有文字的，可能嘛会当做影片吼，所以可能嘛是会当。我讲艺术小活啦，拍这个做啥？拍猪脚的影片，拍猪脚的影片，用台语做法国式的烧金，啥物叫做法国式的烧金？我毋知，你去问阿爸阿母，敢是安尼讲？啊，毋是啊，烧金要安怎讲话？烧金要安怎讲话？你要太当用，你太有法度用台语来烧金？你烧金的时阵，你喙咧无用，要安怎讲话？你是讲啥啦？这无采用哦，这无合理。啊，若想要用台语做一寡有诶无诶吼，免烦恼啦，遮会写着啦吼，写 GL 小说会写着啦，啊写 ABO 文嘛会写着啦，吼，啊先做上开，啊，就是伫讲这啊，这就会用着啊，无是要创啊，无是要出 ASMR 是哦，好写起来。台语 ASMR 哦，酷啊！搁有无？烧蒸哦，法国式个烧蒸哦，烧蒸台语烧蒸要哪烧蒸？哪烧蒸哪烧麦是哦，烧麦较有可能啦。搁有啥？奇怪，我明明较早就想着足济。哇，这有困难啦！替电影也是迄个去出做台语配音，哦，是讲别人拍好诶，啊，我家己配音上，我想看卖哦，嘿。上大诶问题是，我若要放伫 YouTube 顶悬，啊，我爱用别人诶画面，可能会有版权诶问题，主要是这较无法度解决，就是可能有版权问题，所以我可能袂当直接做。啊，毋过这确实是真有趣味。我想看卖，无记区变数的时阵，用台语来读出敢若顶面的成分表。这看起来当偷来做迄个底影片啦，这淡薄趣味，我先写起来，好写起来。用台语出甲火色约会迄个一日游的 vlog 好。配音买过台语版已经有人咧配啊。我今仔有咧想，就是若准是我知影有人咧做，啊，别人做了比我较好，而且我对我家己嘛无啥物信心的即种，我都袂做。所以配买过可能袂啦，因为我知影有专业的配音员有咧配啊，可能配甲比我好足济哦，所以我应该袂做这项。我即马网页袂叮当啊，好，用台语读册做迄个叫人困的台语读书哄睡台，等下改一下迄个写毋对的，这是甲用台语读册啊，互人通好困安尼。哇，用台语写精配互火色写过，
先写起来，其实有写过啦，还有 GM， 等下我要安怎甲你叫，安怎甲你称吼，我就叫你 GM 哦，GM 慢慢欢迎你来，买过我没什么男角色啊，对呢，那我没得配啊，我又做不出那个女生的声音。哦，喝起来迄种表演功要打去练武士打，这可以耶，这好最经典，这应该有算啦，经典 memes。啊，家己台语配音好，会使考虑台文怪物，爱，这一定爱，台文怪物一定爱。解放安安，慢慢欢迎你来，欢迎。口号上讲敢无专家，毋是我讲的哦，毋是我讲的哦。爸，什么都是当时爸啊，原来有写过情批，当者嘛有，你甲我当做什么人？当者嘛有是咧，什么意思？meme 台语对啊 ，meme 有一寡 meme 的图嘛，即摆有看到做者用台文的，我嘛足爱看的。有机会就是会使来我迄个 Discord 内底，我若有看到我会分享。我足爱去一寡迄个台文的 meme， 用台语学卫生哦。国中的时候的梦想有包含学卫生到底是卫生还是卫生？好不要紧啦，中文无好无差。一直没学呢，好啦，先下起来，这可能不会做，这很难对我来讲做困难要学新的物件是一件做困难的代志。好啦，慢写情书，当然嘛爱啊，用台语话简单台书啊，这毋就台书会，好，这都好做台书会的对。好诶，原来是火神的梦想，请更正，曾经的梦想，以早的梦想，我搁想到啦，用台文做电动啦，我嘛有一个较早的梦想，或者我想要做电动，我想要做 game 的设计，想做电动，为什么6岁的宝箱怪会上国中？因为我谎报年龄，双眉，好，我就谎报年龄呗，这不是很明显吗？好，用台文做电动，用台文做，还有做啥？导游，毋过这其实算是有开始咧做啊，做到一半啊，最近拢较无进度啊，酷啊，搁有啥？搁有2026，我最想要做的一项代志，马上是开始咧做啊啦，去年嘛有做啦，毋过下一个好啊，这好做。Vocaloid 经典歌曲的台文版cover， 不是台文，应该有做台语啊，台语版的 cover， 这去年有做一条。暗算是2026会做搁较济啦，看敢会当变做像迄个或者啥，有点圣地巡礼的感觉。甲一个作家也拢甲做啊，去邀请无共的人来唱看卖。电玩实况啊 ，GM 说电玩实况已经有啊，去年就开始有啊，就是我较汉跌咧做迄个拍电动的放送，我较无咧直播拍电动啊。毋过若准有，我通常基本上拢讲台语的。像讲安尼，我较别人较无共的所在，总是爱垫一个我甲别人较无共的所在，可能就是我会当讲台语拍电动，所以若有看我拍电动，应该拢是台语电玩实况，无毋对。阿辉无爱讲谈啊，我都无看。我的不懂点啊，我童年跟大家不太一样，所以那个钢弹我是真的不熟。阿玲讲这个会使斗宠好，有机会合作一定跟你讲。用台语办公会啊？你讲的办公会啊是找一群 VTuber 做伙来办公会啊？好蛮好玩的。这好像很好玩的。用台语找一群 VTuber。办公会啊，用台语黑白讲话，这逐工咧做啊，这已经逐工咧做，这毋免写哦。用台语来拜牙齿，你叫我去拜牙齿哦，无钱啊！
迄应该是爱说一个迄个所在摆你的单位吼，你摆单嘛是爱说一个所在。这可能有困难哦。你是讲较算是 RP， RP 也使。是啦，这有算 RP 无毋对啦。那个截掉啊，应该有算 RP。用台语来摆牙齿，是会使做牙齿的主题了。有啊，进前有做叫卖台啊，我进前有做放送啊，内容就是大家有啥物件想要爱寄我遮来卖，我就用台语甲你画卖，拍卖者。吼卖甲嘛无特别好，所以无继续开。毋过算是捌做过，所以咱即马就先卖写好啊。会记这么吗？哈？有啊。毋着恁上爱的 ABO 文，伫遮就会做妈妈。送无？听啊未？爽没？哇，这是我的3连吗？不是叫什么丁公3连？太好了，陈火蛇有个火蛇3连了。阿慧3连，送不听阿不会爽没？所以可以，好赞哦！每次都获得一点新东西。原来已经确定是这都不是我堂拣的，这不是我选的。我很宠粉啊，我哪有办法？我就知道你们兴趣比的，我太有法度。台语 TRPG 会使哦，还有一种哦，还有一种是，这我唔知影台湾话安怎讲诶，迄好做。中国那边讲剧本杀，对不对？中国那边好像把它叫做剧本杀，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其他的翻译方式，然后我也不知道台语可以怎么讲。你们帮我想一下，就是它的玩法就是每个人会拿到一个剧本，然后那个剧本里面就是会写出你这个角色，每个人要扮演一个角色，然后会写出你这个角色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背景故事，对，然后就是就每个人都会读自己的剧本，然后每个人都要演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要讨论，然后找出凶手到底是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可能是像这样子。安尼唔就是 RPG 剧本 TRPG， 无啥讲的，我讲淡薄仔无讲 TRPG， 我听起来感觉就是你哪对啦。如果是那个《龙与地下城》会摆那个地图跟那个站的位置，但是如果是那个叫什么？COC 的话可能没有，所以这方面来说感觉可能有点像，但我还是觉得不太一样啊。Mercury 说台湾直接说 LARP 吗？是 LARP， 好，有道理，有剧本的帮人家加酒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免倒啊的 TRPG， 好啦，如果说 TRPG 的定义是那个在桌上玩的 RPG 的话，好像也对，但我觉得 LARP 好像有符合我的认知，看一下 LARP。临场动态角色扮演，我就先叫他 LARP 吧。如果觉得不好，我们再改。上面台本，台本的 LARP 硬到这个好累啊！3连到底不是那种3连，不是春连，台本剧本台哦，剧本台。那我可能若要教读，可能嘛会当教读做剧本杀，毋过就敢怪怪。目前我感觉台本 LARP 较符合我的认知。当然你会当经你家己较介意的，无一定爱甲我讲同款的，我也无一定较对。台语几啊个有呢？去年有讲，毋过就敢若做一集尔，因为迄阵是有一个 VTuber 朋友，叫做好西诺，叫做星野依依。伊有招 VTuber 朋友，就是招100个人，真正100个人，招100个 VTuber 朋友就请大家人拢录一段迄个讲几啊个的，大部分是讲华文啦，毋是讲华文，大部分是讲华语啦，阿慧较特别，我就投一个台语的，迄个伊迄个放送了，就大家就通家己迄段影片放伫家己的频道，所以伫我的频道找有啊。伫我的频道找有，我有用台语讲几啊个，毋过刚刚做1摆尔啦，所以我先写起来，台语几个词，台语几个词啊，搁有我想要做的，我想到啊，恁敢知影 analog horror 的是号做华语号做类比恐怖，类比就是伊是迄个类比讯号诶，迄个气氛，迄种气氛。可能就是录影段啊，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教学，可能说什么，
你遇到什么特殊超自然的危险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一些诡异的电视广告，然后看了会觉得很恐怖。我好爱这种风格，对 analog horror， 所以我很想做我很想做一个台语的 analog horror， 这真的很想做。黑你上惊哦，因为感觉很像真的啊，那就有一个真实感，超恐怖。台语念经，你讲的念经是念经哦，是会使啦。台语念经哦，看要念佛经还是要念圣经？吼，我拢无念过，吼，是会使研究一下啦，会使研究一下。啊，毋过这我嘛无做过，毋知影敢有好耍。毋是你讲，毋知影我敢做会专业，应该是袂介专业吼。不过可以试试看啦，真的没试过。台语算命我无懂，这个要真的会的，这个我不行。我觉得有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讲，你叫我用台语。你叫我用台语给人，这个叫啥？叫我用台语帮人家问诊啊？不行，我不是医师，我不能帮人家问诊啊。这种也无法度哦，所以算命也不行。我不是算命，我袂晓，我袂当我白算。宝可梦金，好像有好像那个之前有看过，有人就是看起来像在抄经文，但是结果画了一堆那个宝可梦，超可爱。然后就是把他们当成佛号在念嘛，学啊！我讲的这轻课，我不是，我要用单位做一百项代志，这本身就要互我甜死啊！你个叫我恶心的物件，哇！甲迄个类比恐怖，甲迄个科幻类特色，佮特别到达，佮特别吧。大摆吼，迄个即种的这叫啥雷恐哦，大摆吼雷恐惊到，拢会去找 Ultraman 来看解读哈，会当安尼哦，这部我唔知，我唔知有这部，啊若无甲人合作哦，啊，那这感觉很像那个，别人来算命，我来翻译哦，感觉很像那个，感觉很像。有这啥？台语教父家搞呢，感觉像台语道府家，就好像就是，比如说会找人家擅长的，然后去跟他说，这个可以怎么用台语做？我本地就会晓的，那我可能不用台语做过啊。这样说有道理，要学。叫香港用台语恶心的物件，是安尼无唔对啦。好，摕恁无还，哇，乱拍，用台语算，单干乱拍，无法度啊！伊无台文版啊，伊就无台文版啊，实在无法想哦。好啦，用台语恶心的物件，这会使啦。就是哪学我家己哪学啊哪甲大家分享我学到倒位啊，毋是我迄月琴就无学到倒位啊，佮叫我学新的物件。你叫我迄只月琴，迄做啥精合一刊嘛？我去互朱聪论拍，我知，才会算命的跟他联动哦。用台语开鉴赏台，我先写下来。用台语开鉴赏台可以，我觉得我可以鉴赏大家的台语，请大家每个人录一段讲台语的影片，不错吧？鉴赏大家的台语，不错去多卡，什么多卡？对，有多卡。去多卡。你讲我的节目鉴赏大家的台语，好玩吧？火蛇会写程式吗？基本上不会啦，虽然真的有硬是怎么说？之前做那个小游戏的时候，硬是有写，但我不觉得我会写，我并不觉得我会写，勉勉强强。教英语系 VTuber 的台语，问号去掉，可以。有英语系 VTuber 要让我学，我就学。那来火蛇会写程式吗？你先说你要干嘛，我再告诉你我写不写得出来，好不好？点菜点到变中破塞，什么意思？你是讲大家啊？恁大家拢点菜点到变做中破塞啊？鉴赏台语配音什么意思？听起来好不友善。鉴赏台语配音，我觉得我台语可能我不知道，我的配音能力没有到很好，所以我能鉴赏别人的配音吗？我不确定。
台语教稿好像也不错，什么意思？哦，点彩点会被周末仔西。台语教稿好像也不错，叫什么？你是说叫台文的，就是别人写的台文吗？台语教稿，如果是说委托的话，我有接这个委托，然后确实有在做这个服务，确实会帮人家校稿。对，但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哈。你是说随便找那个别人没有叫我叫的稿，找别人的公开社群平台上的公开发文，然后来看说，你这个台文写错了，这样子吗？是也可以啦，是也可以，反正我先写下来。好，企划天才结合考男，好会做企划啊，那是当然的，当然是要鉴赏你们提供的东西。那最直接是请大家提供台语，不错吧？大家唱一条歌好啊，会使啊，会使出题目叫恁唱也是可以。对啊，火种投稿，然后我来改啊，可以耶，让大家一起练习，强迫大家一起给我练习写台文，这样子哦，可以啊。做复制文图书馆台文翻译馆馆员可以，我可以来个一日体验，翻个3篇之后翻3月领，哈哈，翻个3篇就想要领月薪，翻3月领。好，对不起。嗨，礼物晚安啊，礼物，还有爱看戏的幽灵，晚安，欢迎2位。礼物，我最近好像有影片里面有礼物对不对？你们有看我的拜喜戏 game 吗？虽然这个拜喜戏 game 原底是什么台语的比例较悬吼，不过这好做不一定就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办法用台语讲太多自己的专业知识内容，所以嘛不免讲啊。不过之后我有预计想要好累哦。我有预计想要让每一支影片都有台文字幕跟英文字幕啦，就是 CC 字幕啦 ，CC 字幕。我还没补上去，所以请给我一点时间。那个，对我就是既然礼物出现，我顺便宣传。我有那个新的系列节目叫做拜喜戏 game， 然后每一集会找那个专业领域的 VTuber 来回答一些问题。然后第一集是我自己有回答一些跟台语台文有关的问题啊。第二集是我们的礼物，我推礼物。第二集我推礼物，回答了关于公益的问题。对，很喜欢那个风格我自己也很喜欢，真的超级喜欢。然后最后就自己播别超车。对，然后那个第3集就是我们今天更新的这一集，找了外科社畜吉娃娃可惜来回答一些外科的医疗问题。好，来看大家还提供什么。例如说用台语介绍参观的展览。好，那首先我要先去看展览，如果我有去看展览就可以。台语直视吗？这是那个吗？台词回吗？台语直视或女仆也可以。好，女仆，好。然后嘞，开台做台文梗图可以耶，我都很想做台文梗图，但是没什么时间做，所以那只好水一下直播就可以做了，太好了。去考教育部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啊！虽然我无考过教育部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不过我捌考过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呢。对，那时候还没改名，我考的时候还没改名，哈哈，暴露年龄。但也不是，但也是最近才改的哈。我有考那个闽南语能力认证，但我没有考台湾台语，是可以啦。我只有考过 B 卷啦，是不是该考个 C？ 是不是该考个 C 卷啊？写下来，我知道，当然不能只有我考啊，当然是要带 V 朋友一起去考吧，抓一些 VTuber 朋友给我一起去，不错吧？写下来。你嘛是考闽南语，抓 V 朋一起去啊？找得到人吗？我哪会知？有写有机会。好，这不错，一起去，有趣哦，有趣哦。户外台是有可行性的吗？稍微困难一点，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好的设备可以去拍，但也没有不行。刚不是也有人提议要那个吗？我跟火嫂的那个约会 vlog 嘛，一样意思啊。你说的户外台是直播太困难了，那个出问题的几率太高了，我不要，所以应该不会有。现在有调酒问题在火车推的可以投稿。对啊，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觉得啦，就是目前投稿的人还没有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去投一下，问关于调酒或者是酒精的问题，应该都可以问，跟酒有关的应该都可以。
哇，阿辉考过台湾教育部闽南语认证课程，安尼一定是会过教育部台湾台语认证课。你是在搬出去哦？是咧？哇，台语检定考前冲刺班，好赞哦！台语检定考前冲刺班，我喜欢。之前不是有人有开那个学测台吗？学测前的冲刺复习的，算是接力嘛，就是叫大家开。好啊，台语都不用考，没有啦，就好啊，学测都不考台语啊，但是还是有台语课嘛，跟大家一起看台语课本，跟大家一起看台语课本之类的吗？好像不错哦，但是不是要取得授权啊？不知道，但有机会可以问问看。好。相信阿辉，好，不要再搬出去嘛！谢谢一头，谢谢一头。有机会，什么意思？俩点来去，点来还未考哦。好，俩点来做去考会使。脱口秀，好 ，talk show 是搞笑的那种嘛 ？talk show， 台语的 talk show。那跟大家说，就是我有看一个漫才，大家知道漫才吗？就是日式的两个人一起讲笑话的这种表演形式，然后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漫才双人组，他们叫做 Made in Taiwan，Made in Taiwan， 我写下来啊。这个我超爱他们的，你们可以去找他的 YouTube 频道。算了，我直接找他的 YouTube 频道贴过来好了。对，他们用台语哦，他们用全台语讲漫才哦。然后我看他们的 Instagram 跟什么跟翠，发现他们会台文呢，他们就是台语很好，对，他们是真的台语很好。我贵也很喜欢这组，太好了，超爱，我直接贴他的频道上来好了啦，免费的宣传。对，来，我真的很爱他们，请去听。好，好啦，有机会我也做看，虽然我已经很确定有人做的比我更好了，但好，写下来，那可以开图书台了，对啊，台语读书台，大家一起看台语课本，然后考前冲刺，准备去考检定，然后叫大家都去考，可以啦，好玩，嘿，安尼专程噶，翕啥？卖我袂讲，嘿，用台语开补习班，可以，有趣，教一些各种学科嘛，对啊，这也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各种像什么地理、天文，还是啥地球科学，还是啥物理、化学之类的。都没用台语来教，好像可以试试看。对，虽然这需要专业知识就是了，对，但用台语开补习班，我觉得本质上就很像是用台语，算了，怕台文，用台语教各种学科安尼，对，要，需要冲刺班，然后冲完大家去考试。好，那太好了，礼物也抓去考，可以吗？礼物。我把礼物也抓去一起考台文检定，哈哈！既然你都说好赞哦，那你一定很乐意参与吧？读册会哦，读一寡经典，像讲那个比参世界，这我知道有人做的比我好这不一定需要我来做但好，我写下来。用台语聊一周时事，好，用台语聊一周时事，或是格局，或是那个国际新闻，好像不错哦。我看蛮多 VTuber 会开时事台跟新闻台的，我好像没有做过但我好像确实可以用台语做看，好像比较少看到有人用台语做这件事情。该耶。国际新闻，不是新闻，国际新闻。虽然有这个新闻拢做国际无唔对，国际新闻报新闻就对，讲意思我讲意思。恁来暗暗欢迎，恁来暗暗。用台语开安亲班的唔免啦，台语原创歌写过啊未？有唱别人的，对，那个太好了，我又要找那个 YouTube 连结，你们等我一下。对，去年2025年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棒的事，就是可惜又是可惜有邀请我去写原创曲，然后这首原创曲是台语歌，叫做《救我救我》，非常好听，5个月前的作品。对我有参与，我有在里面写 rap 的部分哦，超赞的，不止做过，甚至是合作，对，但不是我主导的啦，好，但算写过吗？别人主导的话有，我主导的话还没，所以可以有一个我主导的，好，没考过检定就没有资格看火车直播，不要这样子限制我的同阶，不要这样，对。子昌的刻板印象，子昌 no 刻板印象爆言 again， 混了好多语言看不懂。
参加读书会都认真读书，我没有参加过读书会，因为我都不读书。连压力足大啊，敢来当考 C 梗，想说敢来当考 C 梗，你想要无要得考 A 加 B， 你是 A 加 B 拢考过啊，所以即马若要考新的，就敢来当考 C 者，敢是这个意思。用台语开联谊会啊，对呢，之前是不是有人说想要做什么台语恋爱综艺节目啊？台语恋爱综艺没有，根本就没有说台语，但是好，恋爱综艺节目。或者是联谊会，联谊吗？联谊会，联谊节目，帮观众联谊，帮观众牵线，这样吗？这个好问号，有点不明确，但写下来，还可以证婚呢，帮有公开恋情的，帮有公开恋情的。V 朋用台语证婚，好不好？这是我人生目标，好想做这件事。我已经有帮观众用台语证婚了，我想要帮 VTuber 朋友用台语证婚。哈，猫猫可爱没有从读书会找暧昧对象，请他帮忙哈？这是到底是没有还是有？没听过，不懂。好神奇，猫猫好会玩。对啊，我家的猫也很会玩哦。都会把一些那个桌上的杯子啊，一些不该推下去的东西都把它推下去，真的很会玩呢。阿慧跟阿纪吗？不要再水仙又水仙。联谊会本来就是无明确的会啊，是这样没错，是这样吗？是要多明确？功能性很明确吧？每当科转过，所以每当科转过，只会使 A 直接跳 C 有过，就每当个。哈 ，C 考过就不能再继续考哦。C 考过不能往 A、B 考，有这样规定吗？干嘛呢？参加台语恋综如果没有获得伴侣，阿慧要负责？不对，没有这种事情。不是，不要再那个啦，不要再曲解配偶权了，谢谢。没有发配偶，没有发配偶。是定阿蛮欢迎。阿慧感谢响日本，我袂晓日本话。我昨定咧讲我袂晓日本话，我照三顿咧讲的我袂晓，我真袂晓。会当用日语，会当用台语教日本话，但是用台语教英文较有可能，还是用英文教台语嘛较有可能。用台语教日本话，用台语学日本话会使啦，用台语教日本话袂使啦。毋是，你讲用台语学啥的这种的，你这后壁会当换足济，你基本上就有无限的啊。你随便换一个东西就可以产生无限个要做的事情。但好，先写下来。配偶权的意思不是会发配偶吗？不是，就说不是。用台语学更当话，我学袂了吼，这个语言我学袂了啦。用台语学更当话，这老好金来好不？台语万圣节是说节日特别节目吗？用台语过一些就是大家流行会过的节日。好，我们不一定要限制万圣节。咱会使讲用台语过一寡，用台语算是庆祝，还是过一寡节日，一寡或者啥，事件的节日好。痛失配偶权，就说了配偶权不是这个意思，是咧。阿慧，母哩我无你，什么意思？有听无？欢迎拢会晓，欢迎会晓的人甲你介绍，我就袂晓啊。会记得有这种规定，因为高中捌考过B，佮报名的时阵，伊就不准你报名啊，是安尼哦。这我真正唔知，用台语下年，这旧年是不是有做过？有啊，旧年有啊，旧年迄个，这到底还算旧年还是准年？这应该算准年。但是，还有这啥？迄阵算 Minecraft 啊，迄阵算 Minecraft， 迄阵是 Minecraft 台语，就是全台语的 Minecraft 联动的对。迄阵就有做伙伫 Minecraft 内底下年，有这做过啊。恁来要找我联动佚佗会使啊，欢迎啊，当然。迄旧年还旧年，毋是啦，咱优先来做一寡无做过的较好耍啦，好无？搁有啥？来，你要一半啊？来赶下班哦，咱今仔爱写100行写好满呢。
有无？来来来，搁想要看我创啥？有无？紧哦！搁会当教大家啥物？画图，画图。好啦，反正是做迄种画图的考做是，比如讲伫 Instagram 啊，破我画的物件，还是伫 Pixiv 破我画的物件啊，可能然后配一寡字的时阵，就配台文安尼呢，嘿，旧年换旧画图，用台语出册，好，出台语册，台语册，我知影的较济是文学的，对无？较看到有人做文学的，还是还有做绘本，绘本这种的较济。啊，有真济，还有做啥？有真济类型的册拢无，比如讲啥物成功学，迄种的成功学还是啥食谱嘛，看嘛无啊，食谱嘛无。哦，工具书、旅游书，足济种类的册，我拢毋捌看过用台语的呢，所以会使啊。会使做看卖，我来找看卖，啥物是人无做过的，我来做。可以哦。食番头草，咱优先食一寡无食过的，较趣味。台语诈骗电话图代，这个要逆图代吧？这个要逆图代，不是我接人家，是我打给人家。好，台语诈骗电话逆图代可以。顶面两位讲画图出册，安尼摕一个两个合作伙，你要创啊？出台语册，不是出绘本是吧？台语大图，好，会使，这会使。台文的啦，台文大图就对。台文大图，用台语画一路各种的图，毋是你的意思是讲迄个这 YouTube 袂当讲，一日一句，一讲一句，阿辉甲你讲的台语话，6日，这敢有人要买啊？写落来。安尼我想365句呢，甲观众做伙画合会啊，一路图用台文写文案出本，会使啊，一图你画图，简单，一图你画图，啊我来准备台文的文案，安尼主要的工课拢伫你的身躯顶，哈哈，主要拢是你无用哈，我着写一下台文文案就好，哦，你若会当接受就会使，就会使来做。有台语食谱或者着爱这边啊，这我毋知好，多谢私定的这个分享，我真毋知呢，我爱出来看，足需要诶。哦，着爱这边阿敏教你煮下，哦，水哦，哦，宇宙头一本是安怎做者？迄个台文的，迄个创作拢爱学做宇宙头一个。宇宙头一个 ASM 啊，宇宙头一本台语文食谱啊，这是魏敏老师的啊，来，互大家看，来，一本台语食谱，大家当看，台语 Google 地图旅行 ，Google 地图旅行是啥？啥或者 Google 地图旅行，我毋知影这啥呢？敢会当补充者？ Google 地图旅行是一种旅行的方式，是农民历，那个一次印要印很多，我有调查过，我想过要出农民历，可是那个一次要印的量超多的，我应该是印不起，所以我暂时没有办法做。那这你爱先注文啊你？那是有的，那真正有出垃圾才来买，阿辉考比你无共苦咯。那你慢慢苦恼哈。感觉月历或周历的压力比较没那么大。有道理。周历或月历比较好可以出月历那种什么消防月历，对，消防员月历之类的月历哦。好，先写下来月历。台语煮食的影片有，头前有讲叫我用台语出食谱，还是拍煮食的影片吼？有，你字明明是拍合会，莫想要走啊！我就袂晓画图啊，所以咱爱先做这个用台语学啥？学画图，用台语学画图，学会晓了后，才有法度同齐出册。
嘿，一张你画就要有一张我画，好知啊，嘿，要很多。你看，好，你帮我看，真的假的？纸足贵对啊，纸足贵无毋对。我有讲我要学对啦，是无毋对，安尼爱先学的，向才有法度做啦，吼，爱小等啦，爱小等，这个202无一定会发生。200本足济好无？200本对我来讲有淡薄仔济啦，对我来讲有淡薄仔济，嘛毋是讲无法度做，而且可是那个农民历都是套公版的吧？我找到的农民历就是内页是公版的，它的内页是人已经设定好啊。所以也不能去改它的内页内容，也不能不能放进更多阿慧特色，顶多就是封面可能可以有阿慧的特殊封面这样而已。对，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够，所以我目前没想到。哦，台湾发夹好酷哦，就是那种小物嘛，然后就是可以用我的口头禅把它写成台文，做成一个发夹。好，不一定要发夹，文件夹也可以，小物就对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长发。或是不一定每个人的头发都需要夹，对，短发也可能需要夹，有道理。有一个游戏 ，Google 地图把你丢到世界上随机地点，凭着那个是 GeoGuessr 对不对 ？GeoGuessr。好，我知道这个要找谁，你们应该都有想法。台语 GeoGuessr 联动吗？可能是联动吗？对我来说好难哦，但好。用台语组电脑不是？刚刚是不是也有人讲过？你是同一个人讲2次吗？用台语组电脑，我就说不会了。我要健身女孩抱猫猫的消防阅历，这完全不是我做得到的事情这跟台语没有关系啊，这跟台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想要买台文的那个拟记婆啊，敢是拟记婆啊手账哦，我也很想出感觉可以学大家的钱，哈哈。好，有机会还蛮想出的。台湾手账五花眼有出，麻雀封面的是台湾。对啊，这应该很多人知道。就是我看有些人有在 Discord 我的 Discord 分享这个资讯嘛，好像有，所以可能有些人知道。古年有买过，用台语写字。我是捌想过啦，我若有去写字，应该是会写台文，无毋对，我应该会写白话字，无毋对啦。但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对，因为我怕痛，所以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好不好？毋过无想要继续买，意思就是讲我若出，你就会买我的就对啊，哈哈，这条钱互我赚，哈哈哈哈。用台语学手语哦，我确实最近有想要学手语呢，确实有，最近有咧想啊，要停伫这个咧想的阶段就对，嘿，还在想而已，是，所以我若出，你就会买，水，伊利安曼还原，好的，懂了，怕痛，懂就好。你怎么会不懂我呢？不是啦，又在乱讲话。哎呦，来伊利，你想要看我用台语做什么事？提供姐，现在当 VTuber 玩这么大的吗？我哪会知？现在很自由，什么人都不会用，没得用油性笔型画一个。你说的有道理耶，阿红，你说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先用油性笔画一下，代替姐，可以哦。不可以接下去会太充分。转来可以带 VTuber 出去耍，这就 Vlog 啊。这我感觉算同一个概念啦，不一定是加灰色，就是加可能加灰色约会，还是用台语加 VTuber， 因为太像了，我把它写在就是上下隔壁。用台语加 VTuber 朋友佚佗 Vlog 的对啊，这不错哦。阿慧比较怕医理痛还是刺青痛？什么意思？刺青痛是我在痛，那我当然是怕刺青痛啊。医理痛又不是我在痛，超无情。可是不是都这样吗？人就是爱为着家己啊，对不？听啊会什么意思？听啊，堂的听啊，什么意思啦？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直接讲啥啦？好。好累哦！为什么今天这么激动，一直在骂你们啊？你们是蛮喜欢讨骂的，太好了！我们现在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是美好的主播跟观众的互动哎，太好了！对，好。哦，放上我伫荧幕内底，啊，你带我出去安尼。哦，你的意思是讲，你的手爱捧一个，迄个可能捧一个 iPad， 捧一个。迄个荧幕啊，内底就会看到我的面，你都安尼捧起来
啊，可能搁有迄个观众来看的时阵，你就讲阿慧啊，足侪人来看你，你有欢喜无？安尼呢？哈，什么意思啊？阿玲，安尼呢？你一定爱安尼啊？干嘛呢？是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像破西瓜，这么简单的问题，救人哦！想超过阿玲，好，后礼拜应该是后礼拜，还是搁后礼拜？应该是后礼拜。后礼拜要开迄个，要个有哦，上伫搞啊，上伫搞啊有哦，喂，后礼拜要来开迄个会来啊，今早就来甲阿玲扯，无啦，过生节啦，台语学过琴好，用台语学过琴，拢无咧练啦。台语电车难题或是终极2选1，好玩好玩。我要玩那个台语残酷2选1，这有最粗残2项经1项，残咩呢？粗残啊，减拍一个 H， 粗残2经1，叫别人来选，我负责粗残，其他的人负责经啊，不错，去倒sen是阿慧，对有去倒sen是，我是激动呢，激动哦，激动是蛮激动的。这是做 AR 吗？不是，这是有哦。这块你有想过？你有想过？你想要要安尼啦？你想要要安尼？台语粗残2经营袂歹。够啥？来，过来，够啥？台语可以当摕来创啥？来，大家若是有看到什么好耍的，啊，无看过有人用台湾话来耍的。女性向台本刚刚有写吗？目前只有看到男性向音声，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呢。好，女性向台本，写台本吗？我吗？我写吗？我写台本。好，台文的对啊。不一定我念哈，不一定我念啊，是不是可以用台语选 VTuber 理想型啊？好啊，用台语选 VTuber 理想型。老歌歌词鉴赏好，可以耶，好像在做那个台文系的期末报告啊。用台文技巧，恁就会看到我咧钱开到倒位去呢，也不是不行啦。用台文技巧，这个大家拢有在做啊，这我平常就在做的事啊。我平常在记账没有错啊，我记账的时候就是拍台文啊。写笑谱不是那种点注的，注的笑谱的对啊，那就是对啊。好，台文技巧，等一下，我们这个月是还没发那个、好，没事。随便听阿慧播，再看看写的台本就可以给其他 VTuber 念。对，是的，没错。就不一定要我念，但好啦，我可能可以念其中一个，但是也不一定只有我念啊。同一份台本可以很多人念，然后念出不同的感觉，好像也不错吼，好像也不错。对，而且虽然说是女性向台本，也不一定要男生念吧，搞不好是女性向，但是是女生念的，就是女同台本也可以啊，也说不定可以啊。看我的写作能力到哪里咯。台文写一封信给明年自己写一封给明年自己的信，台文时空胶囊吗？时空胶囊，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时空信嘛，超时空信，不错哦，有趣，这个可以，像进前迄位要用我做报告的卖奖，可惜这代今日才出来，真的可惜了，没有早一点，不然这个就很酷嘞，这个老师看到都哇 ，MFA 是啥？上面写 MFA， 英语不好，多因子认证。多重要素验证，哈？什么意思？看吧，这是治安问题吧？那我怎么会懂？原来是女同台本，好好看，好，太好了，我知道我的观众爱什么，真是太好了呢。来，各位，还有什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好喜欢火蛇的哈真的那再多来一点哈。
还是你要另一种？另一种很累，另一种很伤喉咙哎。另一种就是那个哈，好，对对对，比较像那个猫猫可爱的这个，对哈那个，对，哦，很密的吗？好，是那个猫吗？嗯，好，对对对，就是那个表情符号哈。我发现有些人会把这个哈当成哈哈哈的哈来用哎。对，但是因为我都用北维基啦，如果是北维基的话，就是那个拼音，那个鼻音就是一个小小的 n 在右上角，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n 在右上角，对，这是哈，这是哈，我放了这个就是因为对，很哈，对，怪医豪斯什么，我没有看呢，我没有看怪医豪斯哎，虽然最近火少有说想看，但我们还没一起开始看，对，主要是因为我也没时间看剧，好。哭完了，哎，好，然后嘞，我们还可以干嘛？快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个32项，我们就结束了，快了，耶！哎，今天进度很快哦，只差我没有整理，可能还需要整理一下。还有什么？我应该还有想到很多啊，但突然要想就想不起来。哦，猫咪咪的好像是来自关于好像哦，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的迷因知识非常不足哎，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哎。哦，原来是这样，学到了，谢谢大家，我每天都学到一点新东西。用台语发表博士论文，用台语达成财务自由。建中老师，这。迄个我甲你讲哦，这会做袂到，这会做袂到，这会做袂到，毋是因为用台语无法度做，是我本人做袂到哦，是我本人的能力不足哦，不足哦。嘿，别人上大学，嘿，别人去读研究所呢，我连硕士都无读过，叫我发表博士论文，啊，我即马做 VTuber， 瘦到要鬼掠去。用台语达成财务自由，哈！等下，有一个会当的啦，用台语算交友软体，好，这会使。好，用台语达成独立建国，哈！啊！用台语发表诺贝尔得奖感言，哈啊！不过蛮好笑的，我要写在那个后面，这没有在100项里面啦，啊，我们写在后面啦，我觉得很好笑啦，好不好？是怎样啊？为什么是黑色的？用台语发表诺贝尔得奖感言，竞选演讲，这一般的竞敌人本可能都有在做啊，可能一般政治人物就有做了，就不一定要我哎。我无被参选，这样不就直接冲塔是怎样？用台语选调市长202克啊会，恁是咧创啥？你会等候我多声呢？哦，帮8点档的中文翻成台语啊，这可以。8点档台词鉴赏，然后把那个中文太多看得很气的把它改一改，好，可以。台语总统参加辩论会，用台语参加总统辩论吗？真的假的？这做不到啦！你们爱确定呢？喂，爱确定呢？用台语介绍历届达尔文奖得主，达尔文奖是什么？但听起来可以。用台语发表伪财富自由的感言，可以假装财富自由，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啦？今麦当组成竞选团，党会记台湾啊，会世改为进在行总统。喂，不要抄人家的名字来造句啦，不要这样子。救人这有够好笑的。单会记台湾啊，会世改为进在行总统。喂，竞选团队直接从观众里面抓，哪次不是从观众里面抓？每次要缺奴隶的时候，都是从观众，都是从开钢线，都是从那个聊天室随便绑几个人来用啊，不是吗？啊，得几拜不安呢？
简直能出一个 T 恤，好，可以，台文 T 恤周边，这可以啦，谢谢礼物。虽然礼物应该本意并不是要提供一个能用的，但好，提供一个能用的了。拜请阿辉文主公，别乱讲。拜请阿辉文主公，卖欧白，好我奇怪咩？艾迪，足久无见，嗨，艾迪，很久没有用，有没有用台语翻译外国歌的选项？好像还有这好像算这个 Vocaloid 的经典歌曲的台语版 cover 应该有算，但是英文的没有。对啊，不知道达尔文讲最好应该是被天择掉的吗？这太坏了，我们去掉它。好笑，变成台语 VTuber 版人选之人。人选之人是什么？人选之人是什么？这是什么节目吗？我怎么好像没看过？人选之人。人选之人台剧啦，想起来了，帮迪士尼一小段配台语。迪士尼的版权炮很凶迪士尼的版权炮很凶。再想想，用台语念不经在这里搞有头多有人叫我念经，有头多已经有人叫我念经伊无讲是不经也是圣经，所以拢有可能，拢会使，嘿。就是有一寡人做一寡白痴代志，家己母死，就下来无得生囝，所以这是违禁的。喂，安尼讲有淡薄超过啊！对哈，台语问阿慧的衫，对啊，可以吧？这可以吧？这个好像可以。阿慧下环保万民，依山倒海永不平。莫白讲，无遮伟大，在讲啥？你是讲那个单辉记台湾阿慧世界伟人在行动这个名字好爱好想把我的 Twitter 名字改成这个，救命昂耀可以耶。好，我们还可以干嘛？台语可以做很多事，还可以干嘛？来想想，用台语请观众吃饭，请观众吃饭，我就散到要死，请观众吃饭，用台语买菜买厝。哈？用台语买田买厝，这会使这好做台语房屋中介 RP， 安尼有机会啦吼，安尼有机会啊，这样可以，台语竞标古尼有那个台语拍袂台，有那个台语叫卖台的时候有让大家竞标过，跟会布袋戏配音的朋友一起学布袋戏配音，我脑中浮现了一个人，最近刚出道，去年刚出道的 VTuber。简单来说，学布袋戏，怎么突然？简单来说，学布袋戏配音就对了。哇！多谢各位老师，用台语感谢观众的超级老话。好。这会使，这当然会使。感谢建中老师的30块啊！这好这个多谢建中老师哈，建中老师下环保万民，依山倒海永不平。谢谢，我有30块，又可以买那个好 YouTube 抽头料，可以当买那个麦香加那个还有这啥沙能、茶米能，谢谢，马上达成耶！谢谢建中老师，用台语编目新进馆藏，那你要来联动啊，等你出道啊，我又不会编目，你来教我编目，好不好？猫猫可爱，你教我编目，我们用台语编目。可能跟你同一个人浮现两个吗？我时不时忘了谁？我再想想，感觉也可以用台语看104职缺，可以用台语看104职缺。我还可以用台语面试你们，用台语面试什么观众吗？或一些闲杂人的没有啦，或一些其他人啦。什么边牧不是那个边牧，用台语学化妆好但是这感觉最好是可以有愿意露脸的人，然后直接用台语教大家化妆用台语做一个通接触顺台语时代人的技工工课这也是要拍 Vlog 吗？这嘛是要拍 Vlog 这可能袂歹这有机会是会当做一
猫咪狗水哦，肯互家己跳，哈哈，恭喜哈！这无法度啊，我都袂晓，你爱甲我教对不？哦，这刚不是说那个什么要求很贵的哦，无钱做袂到的吼，提议的人要出钱啊，在讲艺术，我就不会编目啊，你提议你要教我编目，合理吧？合情合理。好，喝个东西啊。可以当冲啥？无得开店啦，要开店没有钱啊，无钱啊。啊，毋过若是 RP 吼，办公会啊会使，办公会啊，哇，足侪物件拢会当用办公会啊来代替呢。办公会啊，会使。讲到台语学化妆，爱来拍广告，请大家看台语大美容节目，真好水水 YouTube 面顶都有好，我随找，我随打互大家看，恁小等，这一定是爱杀者。哦，台语快餐店。好像不错哦，台语素食店的店啊 ，fast food， 真好水水哦，水呢，厉害厉害啊！你敢有放上？你敢有片段啊？无看到片段啊？就凊彩掠一集就啊，有第一集，头一集就遮。来，来。OK， 这好在真好水水，大家可以看。边牧是什么？边牧是狗，但边牧是图书，对，是的，德霞包枪。台语素食店吗？这也算 RP。台语，来包到拍子。台语，这有最熟悉下，干嘛安尼讲 ？Fast food 店，好观众。点菜啦，互观众点菜啊！这嘛是办公会啊。哦，台语台新书库，即摆会找到各种化妆品，水，嘿，足需要。台语台新书库，大家嘛会使去看。有足侪现代人可能需要的书，啊，你可能出来是大人，可能毋知安怎用台语讲，可能拢会直接用华语来讲。啊，即个时阵，咱就需要创新书，啊，就会当去看哦。啊！直接喊人编牧是狗，不是这个意思。用台语线上参观罗浮宫展品，好酷哦，蛮酷的。写下来。等一下啊，那头多嘛，有办公会啊，这样是不是重复了？办公会啊，对不？重复啊，用台语找一点 VTuber 办公会啊，啊的辩论讲。Made 咖啡啊，是 fast food 的餐厅，安尼好 ，OK。啊，我甲这刷来遮哦。好，看这台，你有伫真好水水学着5天免洗头，上讲诶，哦，无一定是罗浮宫。啊，毋过有诶有线上，会当伫线顶参观诶就对。或者就是博物馆就对，博物馆。博物馆用台语做业配，敢有出现过？无啊，毋过旧年做过啊啦。虽然干啊业配，业配两种物件。旧年有卖啥？旧年有卖迄个，毋是卖。旧年伫迄个 Twitter 啊，旧年伫 Twitter 都有用台湾话来抽迄个 LE game 的迄个，这啥？网购，就是迄个会当换 game 的号码，就对，有抽 game。啊，嘛算是咧替人广告，迄个，佫有卖啥？佫有卖牛奶啊，佫有卖牛奶。有讲迄个有够好笑的台文话音笑开，啊来卖牛奶安尼。所以台语的业配，敢有算个有做过？旧年做过啊，就先慢写伫遮，骨头面暗暗欢迎你来。最近过安怎啊？用台语开迄个线顶南公馆会馆牛龙店就对。好，可以啊。这嘛算办公会啊，这嘛算 RP 啦。台语男模会馆是不是？多谢，谢谢骨头面。
台语 TTS 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所以我要查一下 TTS。这不是我的工作，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已经有了吗？文字转语音那个吧，雅婷逐字稿是不是？我记得雅婷逐字稿是不是可以转台语的？哦，不过确实确实有看过蛮多文字转语音可以转台语的，但是它是吃中文、吃华文，然后讲出来是意思差不多的台语。可是就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我不能直接打台文给它转。我知道有些可以，但是就也有一些不行。对，然后不行的就是你没办法直接用台文给它转语音，所以你没办法控制它会讲什么，你没办法控制它要讲哪个字，它只会帮你把中文翻过去。可是这个太难了，这个完全超出我能力范围太多了，不可能这不要抖，拍谁，真正不要抖。台文红包会使，这可以出周边红包春联类的嘛，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台湾红包或春联。OK， 用台语结婚生囝，挽回国家的生育率，确实有打算用台语结婚，生囝还没决定，这个还没决定啦，好不好？哦，安西耶，哇，安西你好啊，在推特上看过你啊，在推特上有看到你会按我赞，你好，安西安安，台大好像可以辨识台语转成台语，对，台湾大哥大有出一个。听台语，它可以把它转成台文的，然后我试用一下，我记得对我来说，我用的经验就是正确率还蛮高的，所以好像还不错。对 ，TTS 我不行啊，没关系，好，谢谢。用台语主播，用台语播叫，我就没在播叫呢，别塞啦，不可以啦，在 YouTube 放那个赌博内容的话，现在有新规定，前阵子有改。在 YouTube 玩赌博内容的游戏的话，就会变成那个18禁节目，然后好像对那个流量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做，好像用台语把观众卖掉，好啊，那当然没问题，用台语把观众卖掉，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但我蛮喜欢这个概念的，我先写下来。这是台文转语音哦，交通大学嘿，拍麻将，那像照 YouTube 即卖规定，麻将可能嘛会变做18岁以上才能看的内容，好像会影响流量虽然我知道有些 VTuber 还是有在开那个麻将台日本麻将但是不晓得，怕的，我可能不会开。用台语得到黄票甲红票，这有淡薄仔困难，因为 YouTube 可能较听无台语啦就是你爱欺负 YouTube 听无台语尽量黑白乱讲话看伊当时听有咱就成功哇 YouTube 听有台语，这听有台语可能嘛算袂歹啦嘛算袂歹，算是迄个台语上无是有互 YouTube 当做是一个语言不过买啦，我还想要我的频道不要这样啦，用台语互 YouTube 编，不要啦，卖安尼啦。卖不掉的话，观众心灵受损，火车要负责，不要这样。你心灵受损是你的问题，你不要不是这话题哪个变个安尼嘞？台语挑婚纱好像 Vlog 这也算 Vlog， 不是？你们是要我2026年就结婚你们是在催婚吧？你们是在催婚而已吧？讲那么多，刚刚说什么用台语结婚生囝，用台语结婚生囝现在爱我用台语。跟新娘衫，你们只是普通的在催婚而已吧？是怎样？拍影片记得有台语过一天爱会使，这个好像不错好久没有拍台语 Vlog 虽然之前明明就有拍过，对，之前有拍过，但是好像没有那叫什么？之前有用台语拍过，但没有一直做，对。如果 YouTube 听不懂的话，我用台语讲色色 ASMR 也不会被 ban 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如果我要用台语做色色 ASMR 的话，我当然要收钱，我一定会上架在可以收钱的平台上，大家不要紧张。教大家一些实用台语，安全度过接下来要的过年。好，过年，这我在想过年定用的台语的教学的对。好啦，可以啊。
哦，只是要看看喜欢的婚纱款式而已啊，是这样哦。想吃炸汤圆了，自己去买。那个盐酥鸡店就有，自己去买。有一些有，有一些有。台语版的，没钱，用台语拍婚纱照。哦，我告贵耶，台语电子婚宴不是，早就讲过了。如果我真的要结婚，一定会有电子婚宴，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主要是我要收红包，一定会有，不？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不要催婚，不要催婚，你们虽然我是很感谢啦，很感谢大家的祝福以及给官配的尊重。对，过年了就线上逛年货大街，不错哦。用台语来线上过年货大街，用台语线顶设年会。应该是讲办年会就对啦。OK， 够不？够不？台语的这嘛，前面好像算是有啦，前面算是有啦，没有讲，无讲是到什么程度的啦，没有说色不色啦吼。台语大饼嫂，台语大饼嫂好像不错哦，很适合当那个很适合当那个8点档里面中文太多，要把它改成台语的这个节目的节目名。哦，这台语大变少，改了套句南华语的拢变出去，变出去。台语大变少。是要扫地吗？扫地给大家看吗？这个又要拍，我再想想，用台语聊穿搭，线上逛衣服，我喜欢，穿搭台好赞，OK， 好，这个要台语聊穿搭，还可以鉴赏大家的穿搭，我喜欢这个，太好了，我可以看大家穿衣服了，什么意思？听起来超怪的，什么叫做看大家穿衣服？好，台语聊穿搭，真正爱扫，甲灰色的生还未结婚，你嘛是自由判断，好，多谢你的判断。用台语达成100万订阅哦，这个我有介意，这我喜欢。这确实是我的生涯目标，没有错。确实，这个比博士论文更有可能，写下来，这个我喜欢，非常喜欢。然后用台语说牛仔裤已经过时了，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牛仔裤已经过时啊？好，什么意思？是这样吗？已经看过其他没有？听起来很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要讲的好像观众平常都不说，我不是这样。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要教猫咪讲台语？我没写到啊，礼物对不对？礼物叫我教猫咪讲台语。我有没有漏掉啊？我是不是漏掉很多？教猫咪讲台语，直到真的讲出一个字，真的假的？直到真的讲出一个字，太难了吧？但好，先写下来。还有吗？我们还可以干嘛？用台语，够傻，一定足多，差一点就延上了。误会大，用台语被延上，不对啦，不对，我的 V 生涯目标里面没有这个好，台语聊穿搭不错呢，真的不错。还可以干嘛？11住行娱乐，11住看房子有了，行哦，台湾规则怪谈好好像蛮流行的嘛，虽然也一阵子了，之前很流行嘛。台湾的规则就是用台文写的掉了。黑红也是红，对，是这样没错。对啦，还有一个啦，去年有办 OVC，去年有办那个 Openverse Challenge， 但是一直没有再办第二次。那时候是哦，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Openverse Challenge。简单来说就是写一首歌，只写前半段，然后后半段让大家去接着把它唱完。大家所有看到的人都可以参加，然后参加的人都可以自己决定要写什么，可以去接续创作，然后把后半段写出来。我想要开一个，就是前半段我的 part 都是用台语写的，还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好不好？这个有点意思吧？
哦，这礼物有写过规则快谈，对不对？我记得前阵子有啊，写了一个规则快谈，对，台语这样够明确吧？台语 Open Verse Challenge， 对，还没办过，还没办过。好，还有嘞，购物吧，还有什么？好多东西哦，哎，真的好多事可以做哦！我的天哪，做不完啦，做不完啦！救命！好，继续喝水，继续喝水，没事多喝水。购物上，台语，食衣住行娱乐，无艺术哈，哎，剩10个，我看我离关台越来越近了，可喜可贺。跟会把观众抓上车的 VTuber 朋友一起做台语手工艺品，一起用台语做手工艺品，你这个太具体了吧？你这个描述好具体哦，我怎么想到谁？但好，写下来。好，用台语教微积分或其他课，有，前面有类似的。对，前面微积分我可能是教不了啦。对，等一下，我应该怎么叫你啊？我要叫你，我要怎么叫你？我应该怎么叫你？我可以叫你，好，我不知道，请告诉我应该怎么叫你，谢谢。前面有个类似的，是用台语教，用台语开补习班。啊，就是用台语教各种学科，这里面应该会有类似的啦。对，我数学没有很好，可能不能教数学，但是我不知道，物理化学之类的，也许有一些可以教的，所以可能会有哦，有点类似的。叫你德英是吧？我是叫你德英，是德英呢。好，我就叫你阿英好不？敢袂当叫你阿英？希望我会记，我尽量记你的名。我就叫你阿英。那不是阿英，你才甲我讲。嘿，拜托。阿豆腐，阿曼，欢迎你来。欢迎啊！怎么没有给你扳手？请等我一下。噔，好来。再宣传。既然看到豆腐来了，就说一下我们那个。我的推特现在有在跟大家收集一些关于调酒或是任何酒精相关的问题。对，就是我们的拜喜系 gay 盟系列会想要收集大家的问题，然后会去找专业的事来替大家解答疑惑。所以，请大家帮我想一下有没有相关问题可以问的哦，可以到我的推特留一下，拜托。用台语教大家用那个网语字典跟其他好用台语 app 好，跟大家分享各种好用的台语 app 的店。OK， 好，扳手要做啥？感谢扳手，不用感谢。扳手要做啥？扳手要帮我管秩序。没有啦，就是我的台规有说就禁止一些不友善的，对，就是跑来乱的那一类的，就是有看到的话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对。扳手是硬塞一个工作给你们，塞一个责任给你们，不用想得太美好。对，用台语做公益哦，那种公益吗？是可以，用台语做公益。好，然后嘞，同步试听台语诗集啊，可是同步试听台语诗集的话，会不会让有些人就不去买诗集啊？这样对作者来说是不是有点？这样对。作者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好？我不知道，可能要问作者能不能授权，这个要问一下。但好，可能可以问。然后 YouTube 社群头一问，对啊，头一个问的一头问不对，有收到，我有记录起来。1、2页也许是宣传一点点嘛，可是开台只开1、2页，不是开个10分钟就可以下播了？真的假的？不过是可以讨论看看啊，确实是，如果有台语诗集想要我帮忙宣传的话，确实蛮乐意的哦，确实蛮乐意去宣传的。不过我还没买耶，好想买来看，还没买。还有什么？难道我要出诗集吗？不行，我不会写诗。我不想写诗啊。各位当冲啊，刚刚冲啥？台语。开台演一次布袋戏。开台演一次布袋戏吗？前面是有说要来学布袋戏配音啦，有学的话确实是需要开台，就是表演一下吼，那应该算在一起。对，
前面有一个是用真的学布袋戏配音，那我真的学会的话就开台演一下。哦，还是开会线什么台语会线吗？有啊，会来啊，今照就是啊，会来啊，今照就是台语的会线啊。欢迎问任何问题。对对对，我应该把那个贴过来哈。对，好，虽然平常想要保持神秘的，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讲的太明显了，所以对，这一次那个关于调酒跟酒精的这个问题收集呢，就是没错，我们这一次找到的。回答问题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热夫，所以请大家提供一下问题，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就大家问的问题，我都会觉得有一些都是我也没想过，但是一问出来就觉得哇，我也好想知道，对，所以就蛮好奇大家会问出什么问题的。那我先把推文链接贴过来，在这里，不过 YouTube 也有啦 ，YouTube 贴文也有，所以可以来提供一下你想到的任何问题啊！用台语做一集真实犯罪讲解，好酷哦！简单来说就是用台语讲一些案件嘛，用台语讲一寡奇妙，感觉你讲奇妙的案件的对啊。可能是一些悬案啊，或者什么真实案件这样子嘛，好像蛮酷的。同步视听诗集会线哦，感觉还是跟作者问一下比较好呢，就有点怕，不知道。就最近，尤其是这半年来，就是真的还蛮特别，越来越在意这种版权相关的问题，所以好像就也是想要保护到创作者，所以就会有点不确定该不该这样做，对。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好，所以可能不会这样开。就算是会线，好像就还是拿这个来盈利，感觉有点不知道。可能我想比较多，但我会觉得心理上怪怪的。还是不被扯被塞进来，这是蛮合理的。好像读书会哦，我觉得在 DC 开读书会好像可以。我们刚刚不是有读书会，应该有吧？读书会，台语读书哄睡台，台湾读书会，这可能开在 DC 啊。这样的话好像可以哦。这好像可以，可能开在 DC 会线涉及盈利，所以要跟出版社确认。对啊，我也觉得好像就版权上的问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对，用台语介绍给这的早顿啊、中昼跟暗顿，这个也蛮不错的，一个 vlog 的感觉嘛。用台语介绍今天吃的早餐、午餐、晚餐。我想一下，这可以做 vlog， 也可以开钢会哦，台语开钢会。我没有开过开钢会，你们知道开钢会吗？就是如果有一些面临传承危机的语言，比如说台语，就蛮可能会开这种台语开讲会啊，就是找一群人吼啊，约个好，就是来用台湾话开讲，可能是线顶的啦，嘛有可能是线下的哦，啊，可能咱就会当有一个线顶开讲会，可能伫咱的 Discord 就好。啊，就是约一个时间，啊，大家拢爱开麦克，啊，分享啊，讲话开讲啊，强迫各位用台湾话安尼，嘿，就安尼，好像可以，啊，主创就会恁的联谊，对，有可能。吃各种台菜，食各种台菜，啊，用台语点菜，台语 vlog， 哇 ，vlog 好多 ，vlog 太多了啦，天啊，这样 vlog 超多的，有人有在看的，只是不是 V， 不过只是不是 VTuber， 啥物件讲啥物？用台语介绍啥？用台语介绍今日食的早顿、中昼、暗顿，这有啊，这应该有啊。啊是讲一寡奇妙的案件，这肯定嘛有，这应该嘛有啦。开讲会有啊，开讲会就已经足济啊啦。其实那个台语开讲会已经有足济团体有咧开啊。尤其可能是大学的台语社，就是有的大学有迄个台语的社团，就这学生可能就用得好，就是开一寡台语相关的，可能是讲座啊，可能是找人用台语来演讲啊，可能是开讲会，大家交流啊，这种的有啦，这种的有啊，嘛无一定爱是迄个学校的大学生才会当去或者啥，才会当报名。像我较知影的是啥物？大东啊台语社，大东啊就是青交啦，迄是清大交大的迄个台语社。因的那像就有固定有开讲会，应该是有。那像嘛有固定开迄个
找人就是邀请人来用台语演讲。哎，我嘛想要去呢，其实我一直好想去哦，但是我时间真的是排比较满，所以一直忘记想要排这件事。好想去报名台东啊台语侠的那个演讲环节，跟大家分享台语 VTuber 啊呢，还蛮想的。哦，用台语做心理测验，好想做哦。就是那种一个网页的那个嘛，然后就是可能就是选这个选项啊，个选迄个选项啊的，上尾就会甲你讲，可能讲啥物，你去食中昼的时阵，拢会为倒一项菜开始食？A 菜色啊 B 肉啊 C 饭安尼的很多题啊，切咧啊切是测验的测，唔是手册题的测。啊，测的就甲你讲迄个，你是啥物款人啊？代表你的物件是啥？火汤药啊，唔是，这种的啊，可以啊。用台语做心理测验，蛮想做的啦，蛮想做的。台文的就对，台文心理测验。当然，可能不是很正式的心理测验，就是好玩的那种。好耍的迄种就对，唔是迄种好耍的迄种，或是那种可以选择多个结局开放式小说。台文视觉小说，敢是安尼讲？好，就先这样讲，对，可以啊，蛮想做的，就是文字冒险游戏嘛，蛮想做的，蛮想做的。报名好，开讲会就好，好，202了，不管安怎的先办一场看卖哈。台语口音测验算吗？好像也可以，是也可以，有机会也想测过16型人格了吗？哦，很多 VTuber 有在测嘛，我怎样做这 VTuber 都有在测什么 MBTI 哦，可是我已经测过嘞，我没有开过这个台耶，但我已经测过我自己了，但我忘记了 IN 什么的 ，IN 什么啊？对，反正我是 I 人啊，信不信随便你啊。你点松饼，你是什么？你会点什么？你会点松饼，代表你是喜欢吃松饼的。哇，好准，太强了，好准哦！台语 TRPG 有，头前有，台语 TRPG 有啊，我要跟 J 人 INF， 你说我要跟 E 人还是啥？我要跟什么 ？INFJ 口号上是 INFJ 是不是？我根本不记得我是哪一种人，我应该 J 人哦。上好在 J 人是怎样 ？J 人跟 P 人，哦，有条理，然后会做计划啊。对啊，那我应该是 J 人，非常合理。对，我是 J 人。好，其实我不是 J 人呐，我是党徽记，好烂哦，烂死了。为什么只常会记得阿辉的16型人格？我怎么知道他是 Stalker 啊？对，我是计划派，确实。还有什么？用台语做茶？台语可以让台来创啥？台语，林哥，够还剩2个格子，来想不呀？最后2个机会哦，先抢先赢哦。你们抢一抢，我就可以关台啦，耶！来，人家才不是 stalker， 真的吗？干嘛呢？偷看一下，等一下降落去哪？很想下班呢。看一下，不要写书论文，不要再硕士那个博士论文都做不到了，硕士论文也做不到。用台语算比手画脚，VTuber 不一定有法度出手哦。搁想一个，用台语做 stalker， 卖好白讲，不是安尼，卖好白讲。各位当冲场，我想干嘛？亲友歌我一直卡在食衣住行娱乐，我怎么被制约了？想来想去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煮饭也有，煮架嘛有，真正去食物件 vlog 嘛有，架各位当安那架，找西语比我用台语哦，你好聪明哦，哇，你好聪明哦。你说的有道理耶，好，你说有道理耶，我怎么没想过啊？但是我的那个又不会动了，是怎样？喂，有，
马铃薯老师用台语玩比手画脚。这袂歹哦，这袂歹哦，这有影袂歹哦。还有啥？用台语跳 Iris Out， 我没有 MMD 呢。我知道有些 VTuber 有 MMD 可以那个，确实有模型可以拿来跳舞，但我没办法，怎么太冲击了？马铃薯老师是不是知道我晚餐吃马铃薯伤心过度？他咋知道？老师你知道吗？老师不知道。好，用台语买电脑啊，在2026把马铃薯老师换掉。喂，对啊，这样也可以找子昌来比啊。对啊，除了西语子昌也可以啊。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可以，我们可以再找一下，我们再研究一下。用台语买电脑，不是刚刚有个说要用台语组电脑的，一样意思好不好？根本就一样意思。够啥？那个人创啥？用台语检讨想要做袂到100行代志，喂，有啊，我们那个到时候那个2026结束的时候，那个回顾台就可以用台语开啊。用台语开台不算啦，这太常做了，对我来说很普通这也不算什么，至少对丹娜阿慧来讲，上面做特别的代志，没有到特别。对，就可以玩对啊，可以啦。吃的有，那有喝的吗？喝的哦，想一下，有什么喝的计划？酒杂就杂谈啊，好像也还好。喝吗？讲到喝的就我知道 Lof 就会出现，他的主战场。喝哦，没有很会喝我没有很会喝但我想想啊。酒杂，我没开过酒杂我这个时间我开来的时间都刚好不太适合喝酒，因为通常我下播之后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去接火扫下班，所以我不能喝，对，不能喝。台语鉴赏手摇好像不错哦。台语开手摇店菜单不错哦。台语手摇店菜单这就不会讲话。台语手摇店菜单，或者是手摇饮料鉴赏，好。哇，斯多姆晚安，嗨，斯多姆，喝以前台语广告的饮料，那我要找得到那些饮料问题是我要找得到那些饮料找不到那些饮料就没得玩了帮各种酒介绍他们的台语算吗？算，有机会的话可以出那个道府台语家教，我们去找那个精通酒类的 VTuber， 然后跟他聊聊，我们就可以用台语介绍各种酒类，这样好像不错毕竟我只会台语，不懂酒用台语做不可以，子昌你再想想，那是用台语检讨，现在这边搞是其中几行，他们那边悖论啊，对耶，不做完他就没办法做完100项，但是做完了他就又不对耶，真的是悖论你说的介绍饮品是这个意思就是超商看到什么饮料就讲什么饮料台语，这个好像还算好做吧，感觉就是 Vlog 而已，就是 Vlog， 然后就是把各个饮料用台语把它称呼，用台语把它叫出来，好像还行啊，酒超多要确定，应该会介绍不完介绍一集一定是介绍不完这个会介绍到很累可能没办法一次讲完对，不过可以挑那个特别想分享，也可以用台语做梦，这个很容易达成，我都记不得自己的梦。你说的是哪一种梦？你是讲那个汉民的，就是你困的时阵就会自己出现的那种眠梦还是你是说做白日梦？做白日梦简单这很简单之前在嗑 CP 的时候，我就直接无情开始在脑中上演小剧场，你知道吗？不会画画的人也没办法自己画 CP 图，就只能这样子了，就只能做梦而已，非常可怜。对然后就是做梦的时候，你那个梦的成分再多一点，再更无情一点。就是这对 CP 明明看起来也不会讲台语我不管我就直接用台语开梦，也是可以嘛不讲袂使吉祥话台语台，这不错，但这感觉跟那个过年的用得到的台语也算有点关系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好不好？用台过年定用的台语的教学可以加一些，就加吉祥话台语台就对了，不错。上次那个什么永玲珑，等你办等你叫我那个等你叫我去玩，梦里什么都有，没错，梦里要什么自己想，梦里什么都有，噩梦的梦吗？我都可以做白日梦了，我还硬要做噩梦吗？有需要这样子吗？一头还记得这2天做梦，然后梦到去美国差点被花车碾，为什么会被花车碾过？然后还跑去法国当兵，你的梦好多元素好多要素对，
那大家知道吗？我们凑满100项了，耶！火蛇可以下班了，谢谢。我们下次开台是什么时候啊？好无情的主播，真的累了。最近觉得应该多休息，想做的事太多了，救命！看一下啊，看一下啊，我都不记得自己的梦啊，你们记得自己的梦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子就是缺灵感的时候，可以跟梦里接一点，还蛮方便的。可是我记不得我自己的梦，其实还蛮痛苦的，有点可怜。还有吗？是怎样？是还有是不是？好，不小心让我下播哦。好，那我就下播喽。好，那我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我看一下。本来说6日可能会突发嘛，对，但我感觉有点忙，所以可能不会有啦，可能不会有。然后，下礼拜已经确定的是下礼拜2、3、4我要休息，对我有事没有办法开，所以可能是礼拜5的公布出的告息是一定会见面，然后礼拜5的下午傍晚，礼拜5傍晚我可能会玩一个游戏，对，玩一个台湾的独立制作游戏。那等日期稍微再近一点，再跟大家说具体的游戏名字，你们可以猜猜看啊，猜对也没有奖品啊，但可以猜猜看，好不好？好，然后下礼拜会有会线哦，下礼拜六会有会线哦，因为我觉得1月好像差不多会线该开了，就下礼拜6会有会线，那请大家有买会员大家记得来看，有买那个灰镜灰团灰镜，有买灰镜以上的记得要来看哈，然后。好，先预告到这里，剩下等周表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好不好？好，聊天钉不是那个玩完了，那个我用了无情的改变难度战术，非常无情的把难度调低之后就打完了，好不好？对，一定是不是那个又不能播，不要讲我不能播的，当然是玩可以播的游戏，可播，好烂哦，烂死了，什么白痴笑话？好，讲完了，那到底要降落去哪里啊？还没决定看一下要降落去哪。好卡，怎么那么卡？请让我设定我的降落。马铃薯老师，拜托，给叫名啊！马铃薯老师，完了，卡住了，居然被骂了！我骂你们吗？我又骂你们了。伊利好像在玩恐怖游戏，太好了，竟然伊利在玩恐怖游戏，大家就去看他，吓得要死。好，哦。好恐怖哦，好可怜哦，怎么在玩恐怖游戏啊？好，去找伊里，走，我们去找伊里。你们这样又要客动吗？终于要合什么体？成何体统？哇，这样也可以谐音吗？算了，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啊，我们应该再见，除非我突然决定6日或是礼拜1开台啦，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也不确定自己在想什么。马自里，刚刚没跟你打到招呼，马自里安安，成何体统？不要跟乱，还以为是手部的，原来是幕布的，不要吓我。哦，真是够了。哇，我是可以叫你阿运吗？阿温，阿曼，辛苦啊，没辛苦，多谢大家今天来旁点哦，多谢大家来看。谢谢，一直什么一起泡木桶草，不要乱讲，又泡木桶草什么？